内底有真侪民众拢咧拣家己喜欢的衫裤，即摆因为有善心业者的帮助，或者弱势民众毋免烦恼费用的问题，会当放心来买。足欢喜的咯，我老伙仔聊啊对啦，大家有老师哦，佫大家真热心足好的啦。可能是需要面试，需要一点正装，我有考虑购买一些衬衫或西装。国内服装业者第12年提供采买金予婚龄的家扶中心，即摆有200户的家庭得到帮助。业者今年嘛甲采买金加码到80万。我们真的非常感谢，也谢谢他，让我们的家户的家庭可以有这么优质的采购的环境。感谢业者的善心，让弱势家庭在新的一年会使穿新衫，唔但当穿好小，心中嘛真温暖。你订阅华视新闻了吗？赶紧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还要到我们的脸书粉专按赞追踪哦。